各位朋友唔好劃走住我問你一件事，你屋企個鞋櫃入面係咪都塞滿咗呢種鞋？着咗5-6年，鞋底都磨到滑晒，鞋踭都搲埋一邊，落雨行路都跣腳。你叫屋企老爺子老太太掉咗佢哋成日話仲着得將就客啦，係咪？咁但我話你知喺我哋嘅老傳統入面，呢個鞋字佢諧音就係邪氣嘅邪。鞋每日踩喺腳下，咩醫院嘅病氣、街市嘅濕氣、出面嘅是非氣，全部都吸晒返嚟。尤其係而家踏入農曆7月，鬼月一到，陰陽交替，氣場最亂。你如果仲將呢幾類舊鞋堆喺屋企門口，咪即係同自己過唔去。你唔好以為呢啲只係老黃歷，你諗下，鞋底磨平咗行路唔穩嗰陣，老人家萬一跣親跌親，嗰啲傷筋動骨100日嘅事。鞋入面發晒霉，你一開門就噏味湧過嚟，呢啲唔係將晦氣吸晒入肺留喺屋企咩？喺我哋嘅家居環境學入面，大門玄關就係一個屋企嘅喉嚨同明堂，係第一道氣場關卡。你將一堆破爛發霉歪斜嘅鞋塞喺門口，就好似將一啖濁氣谷喺喉嚨口。你諗下，啲好運氣好財氣點入到嚟啊？今日呢條片我就將最害人嘅3種舊鞋一次過同你周出嚟，從老傳統、中醫經絡，仲有家居環境呢3個方面，同你拆到碎一碎講清楚。你快啲對照吓，你屋企鞋櫃入面有冇？各位朋友，今日嘅內容係我哋嘅家庭氣場大掃除，第一課乾貨滿滿。你首先幫我屋個免費嘅讚，再順手撳個訂閱。你唔好睇少呢個讚。喺磁場學入面，你一個善意嘅讚，就係幫屋企請咗一道護身符，能夠將呢條片嘅能量同福氣都圈喺你屋企，唔俾佢漏走。以後每次嘅避坑指南，你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，就當係幫全家人嘅健康同財運買咗份無形嘅保險。最後我仲會教大家一個喺留言區接好運嘅方法，一定要聽到最尾。好，我哋先嚟將個道理講到透。點解我咁強調舊鞋嘅問題？好多人覺得咪就係對鞋啫，使唔使咁大陣仗？第一，從我哋嘅老傳統同民族文化上講，我頭先講過鞋陰邪呢個講究喺粵語入面尤其明顯，喺古漢語入面鞋字同鞋字都有相近嘅音韻關聯骸骨嘅鞋，所以古人認為鞋同人嘅精氣血脈之間存在住一種睇唔見嘅聯繫。古人認為腳係人嘅第二心臟，係接觸地氣最直接嘅部位。鞋作為腳嘅保護，佢就唔單止係一件物件，佢承載住你每日嘅足跡同運勢。你諗下，你着住呢對鞋去過邊度醫院嘅走廊、街市濕漉漉嘅地面，甚至係殯儀館、舊屋、地牢呢啲地方，呢啲地方嘅雜氣、病氣都會俾鞋底吸附帶返屋企。鞋就好似一塊海綿，每日喺度幫你吸收外界各種各樣嘅能量，尤其係入咗農曆7月，鬼門關開，陰氣漸重。呢啲陳年舊鞋就好似一個個細型嘅負能量接收器堆喺玄關，將外面嘅衰氣、病氣、晦氣全部聚喺一入門嘅明堂位置。咁好運氣仲點入到門啊？喺古代，人哋出遠門返屋企，第一件事唔係入屋，而係喺門口將鞋除咗拍打乾淨，甚至用艾草分一分鞋底，再拎入屋。點解？就係要將外面沾染嘅雜氣擋喺門外。你睇，老祖宗早就知道呢個道理啦。第二，我哋從中醫同人體健康嘅角度去睇，人老腿先老腿，老腳先衰。我哋腳底有幾十個穴位，尤其係湧泉穴，嗰度係人體腎經嘅起點，係我哋生命能量嘅泉源。黃帝內經入面講，腎出於湧泉，湧泉者足心也。但意思就係話腎氣係從腳底湧出嚟嘅。你着一對鞋底已經磨偏嘅舊鞋行路，個陣腳掌受力唔均勻，時間耐咗會搞到腿形變形、膝蓋磨損、脊骨側彎。呢個喺中醫入面就叫立足不穩、氣血不暢，根基都毀埋，你成個人嘅氣血運行點會順暢啊？我講個真實例子你聽。我識得一位退休教師，姓黃，今年63歲，佢就係一對拖鞋着咗6年，鞋底磨到一邊薄一邊厚，佢都冇當一回事。點知舊年開始佢成日覺得左邊膝頭哥痛，去醫院一驗係半月板磨損，
醫生話佢行路姿勢有問題，重心長期偏咗，搞到膝頭哥磨壞咗。而家上落樓梯都論盡，出街買餸都要撐拐杖。一對舊鞋搞到膝頭哥都蝕埋你，話值唔值？日日頭暈眼花、腰酸背痛，呢啲咪就係病氣纏身嘅開始咯。第三，我哋再從現代家居環境學嘅角度去睇，玄關喺環境學入面叫內明堂，主宰一家嘅財運同事業運。佢嘅要求係乾淨整齊、光亮通氣。你將一堆破爛變形發霉嘅鞋塞喺嗰度，鞋櫃一打開嗰陣，噏味、酸縮味湧過嚟，呢啲咪就係將濁氣同衰氣擺喺財位上面，攞清氣入唔到嚟，濁氣出唔去屋企嘅氣場就塞住咗人，住喺入面就容乜易心煩意亂，嗌交不斷，做嘢都唔順利。呢度我要插一句，有朋友可能會問，咁鞋櫃放喺門口外面得唔得？我話你知喺環境學入面，鞋放喺門外仲衰過放喺門內。點解？因為門外係公共區域，氣場更加雜亂。你將鞋擺喺外面，等於將自己屋企嘅氣場暴露喺雜亂嘅環境入面，更加容易沾染是非同口舌。最好嘅做法係將鞋收納喺門內嘅封閉式鞋櫃入面，既整潔又可以阻隔雜氣。所以你看，無論係老傳統中醫健康定係家居環境，都指向同一個問題。屋企嘅舊鞋絕對唔可以亂留，尤其係以下呢三種，更加係殺氣入面嘅頭號炸彈，掂都唔好掂。呢第一種就係我哋頭先提到嘅鞋底磨損得好嚴重，甚至明顯偏向一邊嘅舊鞋。各位朋友，你而家就可以低頭睇下你腳上或者鞋櫃入面嗰啲着咗超過2年嘅鞋，將佢反轉睇下，鞋底係咪？鞋踭嘅外側已經磨甩咗一大半，甚至成個鞋底都歪向一邊。你用手去摸一摸鞋底，係咪已經滑溜溜，好似塊鏡咁，一啲紋都冇晒？我講個真實故事你聽。我有個識咗好多年嘅老朋友，叫佢張姐啦。今年58歲，特別識得慳家。一對平底鞋着足5年，鞋底磨到好似溜冰鞋咁滑，佢都唔捨得掉，話喺屋企着下，又唔出街。結果呢，舊年冬天就因為喺廚房地磚上面濕濕地滑咗一下，成個人仰面撻低手腕，輕微骨裂，腰又扭親，足足喺張床上面攤咗個幾月，醫藥費使咗3000幾蚊，仲未計啲仔女請假照顧佢嘅人工。佢個仔同我講，嗰排成家雞飛狗走，佢自己都受盡苦頭。你話呢個係慳咗定蝕咗呢種鞋底磨平嘅鞋？就係一粒埋喺腳下嘅計時炸彈。對住我啲中老年人嚟講，跌一次可能就係改變生活質素嘅大事。世界衛生組織有個數據，全球每年有超過30萬人死於跌倒，其中60歲以上嘅長者佔咗超過一半。呢個唔單止係病氣，仲係實實在在嘅血光之災嘅計時炸彈。再從環境學嘅角度講，呢種嚴重偏磨嘅鞋代表咩？代表你行路嗰陣立足不穩，對鞋都喺度話緊你知，你個重心偏咗，鞋本身係正嘅定係歪嘅。佢嘅形態會形成一種形煞，一張凳缺咗一條腳，你坐上去會歪。你肯定唔會坐一對鞋底歪咗，你着上去行路都歪，你卻日日着。呢個唔係將歪嘅氣場着喺身上咩？環境學講究一個穩字，台凳要穩，張床要穩。你腳下更加要穩，腳下無根喺環境學入面係大忌，佢代表你嘅事業根基唔穩，家庭地位動搖，成日氣場都傾斜晒，一對歪斜嘅鞋擺喺嗰度，佢形成嘅形煞就會潛移默化咁影響你嘅心理，令你成日覺得心入面唔踏實，做嘢冇底氣。我再講一個更具體嘅，喺環境學入面，鞋嘅擺放位置都好有講究。如果你將呢對磨偏嘅舊鞋是但咁掟喺門口，東歪西倒，咁呢個叫做歪鞋歪路，暗示你嘅事業同人生道路都會走歪。你每日出門口見到呢對歪鞋，心入面會唔會咯噔一下？呢種日積月累嘅心理暗示，比你想象中更加犀利。咁點算好？我明老人家慳慣叫佢哋掉鞋，仲難過割佢哋嘅肉。所以我哋處理嘅時候要講究方式方法。首先要感恩告別，可以同老人家講：媽，呢對鞋辛苦晒，
跟住你行咗咁多路，保護咗你咁多年，而家佢已經退休啦。我哋等佢風光咁走，再買對新嘅嚟接佢班，用一種儀式感嚟化解佢哋嘅。唔捨得，你唔係掉嘢，你係送別一件勞苦功高嘅老物件。其次，處理方式要恭敬，唔好是但掉落垃圾桶，用張乾淨嘅報紙或者袋包好先至掉。呢個叫物歸自然，唔俾屋企留舊氣。如果你屋企附近有河或者有流動嘅水，可以用紅紙包好之後放喺流動嘅水邊，等佢順水而去。呢個叫隨水化煞，但一定要注意環保，唔好污染河道。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，快啲買對新嘅啱着嘅防滑嘅好鞋俾老人家，同佢哋講，仔女希望你腳踏實地，穩穩陣陣走出健康，走進福氣。咁樣一來，唔單止解決咗奀強人患，仲盡咗孝心，屋企嘅氣場都煥然一新。買新鞋嘅時候，我建議你揀嗰啲鞋底有深紋、防滑性能好嘅顏色方面，可以揀深啡色或者藏藍色。呢種顏色喺環境學入面屬土，土主穩定，可以幫老人家立根。各位朋友，講到呢度，你快啲回想下，你屋企鞋櫃入面有冇呢種勞苦功高但已經磨平晒嘅舊鞋？好，我哋接住講第二種，比第一種仲大鑊，就係甩皮甩骨、發霉發臭、擺咗幾年嘅舊皮鞋、舊布鞋。各位朋友，你屋企有冇呢種鞋？皮鞋嗰個鞋頭都踢到甩晒色，鞋踭同鞋底都擘開晒口，落雨一腳踩落去，水係咁湧入去。仲有嗰種老布鞋，擺喺櫃桶最底嗰層，幾年春天潮濕嗰陣整到濕晒咋，拎出嚟一睇，鞋入面、鞋外面都係黑綠色嘅霉點，仲散發住一陣刺鼻嘅粒味。我講個真實例子你聽，我有個朋友，佢奶奶特別念舊，一對80年代嘅老式皮鞋，鞋底都開晒膠，佢仲用膠水黐完又黐，黐咗4-5次，鞋頭都裂埋。就係呢對鞋，佢一直擺喺鞋櫃最上層，結果呢，佢屋企嗰幾年做咩都唔順，個仔開鋪蝕咗10幾萬老半，身體又出毛病，佢自己日日同新抱嗌交。後來我朋友聽咗我嘅建議，趁奶奶唔喺屋企，將對爛鞋用黑袋包起掉咗，又將鞋櫃內外抹乾淨。你估下？點佢話從嗰時開始，屋企嘅氣氛明顯緩和咗，嗌交少咗，老伴嘅身體都慢慢調理翻好。你話呢個係巧合定心理作用？我話你知，兩樣都有一對爛鞋擺喺屋企，就好似一塊爛肉擺喺飯台上面，你睇到個心會唔會唔舒服？個心唔舒服，做嘢就唔順，脾氣就大，嗌交就多，環境氣場就係咁一點一滴影響人。呢種鞋比第一種更加留唔得。點解第一破損嘅鞋喺環境學入面叫漏財之傷？我哋講究圓滿嘢要完整。一對擘開晒口嘅鞋代表破口同漏洞，你將一對爛鞋擺喺玄關呢個財位關口，就好似將你個錢袋剪咗個窿，財氣、福氣、運氣全部都喺呢個破口度漏晒出去。你諗下，日日望住一對爛鞋，個心係咪都會覺得有啲破敗感？呢種負面嘅心理暗示，久而久之就會影響你嘅氣運。第二，發霉嘅鞋係衰氣同病氣嘅老巢。發霉係咩？係細菌、係真菌、係霉菌嘅集合體。你聞到嗰隻噏味，入面含有大量嘅霉菌孢子，包括黃曲霉素、青霉菌、曲霉菌等等。呢啲全部都係強烈嘅致敏原同致癌物。你將呢啲嘢放喺你屋企嘅喉嚨要道上面，每日返屋企第一啖吸嘅就係呢啖氣，呢個唔係將霉運同病氣引晒入屋咩？尤其係屋企有哮喘鼻敏感嘅老人家同細路，呢啲發霉嘅鞋就係最大嘅致敏源。我再講一個細節，喺環境學入面，氣味係氣場嘅重要組成部分，噏味屬於負氣，係5種雜氣之一，代表住衰敗同腐朽。如果你屋企個鞋櫃一打開就係陣噏味，說明呢個位置嘅氣已經死咗，唔流動，氣唔流動，財就唔流動，運都唔流動。你諗下，一個水池嘅水唔流動，係咪就會變成死水、臭水？同一道理，鞋櫃入面嘅氣唔流動，就變成咗死氣，死氣沉沉，人住喺入面點會精神奕奕？所以對於呢種鞋處理嘅方法要更加果斷一啲。第一步，徹底清理，不留死角，
將鞋櫃入面所有嘅鞋攞晒出嚟，用濕布沾少少白醋或者火酒，將鞋櫃入面出面包到乾淨，尤其係角落頭要殺菌消毒。白醋係天然嘅殺菌劑，而且可以中和噏味，比化學清潔劑更加安全。抹乾淨之後，將鞋櫃門打開通風，等佢徹底吹乾。第二步分類打包送走衰神。對於嗰啲甩皮甩骨嘅鞋，如果仲有修補嘅價值，快啲拎去補鞋檔。如果已經爛到冇得救，就用黑袋包好，果斷掉咗佢。呢個代表將衰氣徹底打包送走。點解要用黑袋？因為喺環境學入面，黑色有收斂同封閉嘅作用。用黑袋裝破損嘅物品，可以防止入面嘅衰氣外泄。第三步，除濕防霉，保持明堂光亮。喺清理乾淨嘅鞋櫃入面，放一啲竹炭包或者用紗布包好嘅粗鹽，佢哋可以吸濕除味，保持鞋櫃乾爽。粗鹽喺環境學入面仲有淨化嘅作用，佢能夠吸收負能量，令氣場變得乾淨。你仲可以喺鞋櫃入面放一細包乾茶葉，又吸味又留香。打開鞋櫃有淡淡嘅茶香，人都會開心啲。環境乾淨咗，氣場自然就清晒。講到呢度，各位朋友，你哋屋企有冇嗰種放咗3年以上，早就唔記得佢存在嘅舊鞋？有冇嗰種鞋底擘開晒口，仲用膠水黐完又黐嘅？接住落嚟呢，第三種亦都係最難處理、最令人抽心嘅一種，就係屋企長輩親人過身之後留低嘅舊鞋，或者來路不明嘅二手舊鞋。各位朋友，我知呢個話題好沉重，講到呢度，好多人心入面都會抌住好多屋企有老人家走咗，留低一大堆嘢，尤其係鞋，好多仲有7、8成新，甚至冇點着個仔女唔捨得掉，覺得係個念想，擺喺鞋櫃入面，好似老人家仲喺身邊咁。我特別理解呢種心情，呢個同孝順唔孝順冇關係，純粹係心入面嗰份放唔低。仲有個朋友貪平，會喺網上或者二手市場買一啲睇落好新淨嘅二手鞋，覺得性價比高着，都冇所謂。但我今日要講句心入面嗰句，對於呢一類鞋，我嘅建議係，除咗有特殊紀念意義可以封存留念嘅之外，其餘嘅一定要妥善處理，最好唔好長期擺喺鞋櫃入面日常使用。首先，我哋從情感同心理層面去講，鞋係個人氣場附着得最深嘅物件之一，佢承載住一個人嘅足跡、習慣同能量。你諗下，一對鞋着咗幾年，鞋底都磨出咗主人特有嘅紋路同傾斜角度，呢對鞋幾乎就係主人嘅腳印本身，過身嘅人嘅物品。尤其係鞋帶住強烈嘅故人嘅氣息，如果你將佢哋同全家人嘅鞋撈埋一齊擺，每日出門入門都見到，就好容易勾起對親人嘅思念同悲傷情緒。尤其係對於屋企嘅老人家，見到呢啲鞋，難免觸景傷情，陷入長期嘅悲痛同壓抑入面，影響睡眠同心情，甚至影響身體健康。老人家體質本來就弱，長期浸喺悲傷入面，免疫力下降，各種毛病就跟住嚟。我見過唔止一個案例，老伴走咗之後，留低嗰對鞋一直擺喺床邊，結果活喺度。嗰個老人家日日望住對鞋，喊覺又瞓唔好，飯又食唔落，身體好快就垮咗。老人家健康係我哋最大嘅福氣，我哋唔應該讓舊物成為佢哋心上嘅一塊石頭。其次，從環境學嘅角度講，呢個叫氣場混雜，生者有生者嘅氣場，逝者有逝者嘅軌跡。將過身嘅人嘅鞋放喺活人嘅明堂嗰度，會造成氣場嘅混亂同遲滯，就好似一潭活水突然間俾人倒咗啲淤泥入去，水流唔暢通，成個屋企嘅運勢都會受影響。呢個唔係唔尊重，而係為咗令活喺度嘅人更好嘅生活，令逝者安心咁離開。咁應該點樣處理呢？第一，精選留念，鄭重封存。如果真係有一對鞋對你有非常重要嘅紀念意義，例如老人家生前最曾意着嗰對，你可以用紅布或者黃布將佢包好，放喺屋企一個乾淨較高嘅地方，例如櫃桶頂層，而唔係亂咁堆喺玄關鞋櫃入面。呢個叫敬而遠之，既留咗個念想，又唔干擾日常氣場。紅布喺傳統入面有辟邪同鎮宅嘅作用。
用紅布包裹逝者嘅遺物可以防止佢嘅氣場外泄干擾生者。第二，心懷感恩，恭敬送別。對於其餘嘅鞋，可以揀一個天氣晴朗嘅日子，用乾淨嘅袋裝好。喺丟棄嘅時候，心裏面默念一句感謝嘅說話，例如多謝您一路好走，保佑我哋全家平安。呢個係一種心理上嘅解綁，令你更加容易放得低。天氣晴朗嘅時候，陽氣最足，呢個時候處理遺物唔會將陰氣帶返屋企。第三，對於來路不明嘅二手鞋，更加係掂都唔好掂。你根本唔知呢對鞋嘅前主人係邊個，帶住點樣嘅氣場同能量。萬一前主人有嚴重嘅疾病或者運勢極度衰敗，呢對鞋就等同於一個病氣同衰氣嘅載體。你將佢着喺腳上，等於日日同呢啲負面能量接觸。為咗慳幾十蚊，將未知嘅風險帶返屋企，真係唔值得講到。呢度可能有朋友會問，咁如果係自己着過嘅舊鞋，送俾親戚朋友得唔得？我建議你慎重鞋。呢樣嘢同衫唔同，衫可以送，但鞋最好就唔好送。點解？因為鞋踩地氣，帶有太強烈嘅個人氣場印記。你將你嘅鞋送俾人，等於將你嘅足跡送俾人。呢度有講究嘅。如果係全新嘅未着過嘅鞋，咁就冇問題可以送。講完咗3種絕對唔可以留嘅舊鞋，仲有2類特殊嘅鞋都要請大家注意下。佢哋雖然唔舊，但擺放唔當或者處理唔當，同樣會影響家運。第一類係細路仔着唔落嘅舊童鞋，好多家庭會將大嗰個着細咗嘅鞋俾細嗰個着。呢個喺經濟上冇問題，慳得就慳。但喺環境學入面，鞋代表足跡同道路，一對已經唔啱腳嘅鞋，會束縛細路仔嘅腳步，象徵意義上係阻礙成長。如果你屋企冇第二個細路要着呢啲舊童鞋，點處理？我建議你將佢哋清洗乾淨，送俾身邊真係有需要嘅親戚朋友，等對鞋繼續行路，繼續發揮佢嘅價值，而唔係積壓喺鞋櫃入面封塵。呢個叫物盡其用，係一種善舉，都可以將呢份成長嘅祝福傳遞出去。但有一點要注意，送童鞋之前一定要喺太陽底下曬足3日，將之前嗰個細路嘅舊氣曬走，先至好送人。第二類係尖銳嘅高跟鞋或者尖頭皮鞋，呢類鞋有尖銳嘅鞋頭，喺環境學中稱為火形煞或者槍煞。如果你將佢哋是但擺喺門口尖銳嘅鞋頭，對正客廳或者睡房嘅方向，容易引發家庭成員之間嘅口舌之爭，令屋企火藥味濃。我記得有一個朋友，佢特別曾以尖頭高跟鞋門口擺咗一排鞋頭，全部對住客廳。結果嗰排佢同老公3日唔埋2日就嗌交，同奶奶又鬧別扭。後來我教佢將尖頭鞋全部收埋入封閉鞋櫃，鞋頭向入擺放。過咗唔夠1個月，佢話屋企嘅爭吵明顯少咗，老公都話佢脾氣好咗。建議你將佢哋收納喺封閉嘅鞋櫃入面，並且鞋頭向內或者向下擺放，以化解佢哋嘅銳氣。好，我哋將應該掉嘅、應該清嘅都處理完。接住落嚟就係最重要嘅重建工作。點樣將我哋嘅玄關明堂打造成一個迎財納福嘅好地方？呢度門路好多，我一條一條同你講。